大家好，又翻到嚟懸案關注組啦。今日要同大家講嘅案件呢，就係轟動全港嘅太古城母女雙屍慘案啦。喺2026年6月10號，太古城高山台廬山閣一對母女咧喺短短10個鐘入邊咧，先後墮樓身亡。48歲嘅媽媽咧，黃女士咧，朝頭早墮樓，就由佢12歲嘅女揭發報案啦。但係去到夜晚7點幾咧，呢個女竟然喺同一個位置都墮樓。咁今日咧，亦都有我哋嘅好朋友咧，法證心理學家同埋腦神經科學家曉晴嘅。你好，大家好。我哋先回顧下案情先啦。咁喺6月10號嘅朝頭早9點24分咧，警方就接獲一名女童，12歲嘅女童咧報案啦，就話佢媽媽倒卧喺太古城5號廬山閣對面嘅平台喎。咁救援人員到達現場之後咧，就證實咧48歲嘅黃女士當場死亡啦。咁到咗夜晚咧7點21分咧，警方又再接獲到住戶個報案。咁今次咧就發現一名女童咧喺高處墮下喎。咁到咗之後咧，證實咧亦都係黃女士12歲嘅女兒㗎。咁警方喺現場咧冇拾獲任何遺書嘅。咁據了解咧，事發前咧，母女咧因為呢個教育嘅問題咧，就發生好激烈嘅爭執啦。咁但係黃女士咧，其實佢嘅背景咧係喺瑪麗醫院咧任職呢個醫護心理服務社工，而佢嘅上司咧亦都係註冊嘅臨床心理學家。咁呢個問題就嚟啦。咁咧其實就因為呢個背景啦，其實媽媽都係從事一啲心理輔導啦，一啲嘅專業啦。咁點解又會一個好突然會同一個女咧就拗交啦，甚至去到一個咁樣嘅絕路咧？其實呢個咧正正係公眾咧好多人會有嘅盲點。好多人會覺得我哋從事心理嘅輔導啊，或者社工嘅專業人士好似唔會有情緒崩潰，好似情緒崩潰免疫咗咁。其實咧係一個錯誤嘅一個嘅偏見嚟嘅，因為我哋都係普通嘅一個人嚟嘅啫。咁喺從神經科學嘅角度嚟睇咧，當一個人咧嘅情緒面臨崩潰嘅邊緣，咁佢哋負責恐懼同埋憤怒嘅大腦入邊嘅杏仁核係會完全騎劫咗負責我哋理性思考同埋衝動控制嘅前額葉皮質。咁會發生咗啲乜嘢咧？當事人咧睇嘢咧，淨係睇到前面嘅痛苦，呢個叫隧道視野，就睇唔到其實仲有其他出路嘅喎。而嗰一刻，佢哋咁啱一對嘅母女係正正各自處於佢哋自己人生上邊嘅發展階段嘅風暴嘅正面嘅碰撞，即係咩呢？媽媽呢，呢位媽媽係48歲啦，佢面對緊嘅係更年期同埋中年危機，荷爾蒙有波動，令到情緒難以調節，係好正常嘅事。而12歲嘅女呢，又啱啱好正值青春期。咁青春期嘅少年負責理性思維嘅前額葉皮質咧係未發展成熟㗎，咁容易咧有啲強烈嘅情緒波動同埋容易反叛。所以你諗下，呢兩個處於情緒張力咁高狀態嘅人喺香港一個咁狹窄嘅生活空間入邊一齊爆發佢哋嘅情緒，根本係冇緩衝嘅餘地。咁阿女報案之後啦，隨即咧就被送往呢個東區醫院啦。咁曾經佢係見過一個心理服務科嘅人啦，咁樣啦。咁黃女士嘅上司咧，其實就係一位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嚟嘅。咁佢亦都有咧去醫院見過呢個女仔嘅。咁當時社署咧亦都派咗人員啦去到接觸呢個女仔嘅。咁但係咧，阿女翻到屋企之後咧，大約15分鐘之後咧就墮樓身亡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咁喺心理角度嗰度，一個12歲嘅小朋友，佢親眼目睹佢媽媽自殺之後啦，咁其實佢嘅心理狀態係應該係點樣嘅咧？佢當時經歷緊一種係非常之極端嘅兒童創傷性哀傷，因為佢親眼目睹至親以一種咁激烈嘅方式離開世界，而且嘅導火線係同自己有關喎。佢內心一定充滿住一種冇辦法承受嘅內疚同埋自責，佢可能會不斷係咁重複諗，係咪我自己害死咗媽媽呢？而喺呢種大腦超越負荷嘅創傷之下，神經系統係會啟動咗一個防禦機制，叫做解離狀態 （dissociation） 或者係叫僵直狀態 （freeze） 嘅。咁呢種狀態咧，令到當事人個情感同埋個身體咧，好似斷咗纜咁樣樣，表現得咧非常之冷靜啦。
對答如流咁噶。嗱，但係呢種平靜咧，就唔係真係佢已經心情平復咗，或者已經接受咗現實，因為佢嘅身體咧係處於一個自我保護嘅狀態咧，而叫做熄咗機啊。係啊。即係好似咧，有時你啲朋友問你好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哋好似好理智嗰刻，係咪好似有咁樣嘅感覺？就係你問你個 friend 啊，你係咪冇事咧？佢通常都會答你冇事，但係佢個人就好似出咗神咁嘅狀態。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即係好似冇嘢，但係其實佢心入邊好似斷咗線，係咪就係呢個狀態？解離狀態。咁啊即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孫玉菡咧事後回應啦，即係其實當時咧就話醫院嘅醫生啦、護士啦或者社工咧，其實都對女童咧就進行過評估。咁咧大家都覺得呢個評估係覺得佢係可以翻屋企嘅，即係佢係評估佢心理狀況，所有嘢都 OK。但係就係問題就係翻到屋企咧就係學你話齋就係15分鐘出事。咁究竟呢個評估程序係有冇問題呢？定還是有冇啲嘢係需要改善或者改進呢？呢個亦都係成個危機介入入面最致命嘅盲點。專家可能將女童表面嘅嗰種冷靜，嗰種其實係叫做解離性冷靜，誤判咗為情緒穩定。喺創傷心理學嘅原則嚟講，其實有一個急性期係24小時至48小時之內，係絕對唔應該俾當事人咧重返去創傷嘅現場，因為創傷嘅現場係充滿咗強烈嘅情景提示，例如母親嘅氣息啦、墮樓嘅位置啦。當呢個細路女一踏入屋企，咁嗰啲被壓抑嘅情緒同埋佢嗰個防衛機制咧，會唰一聲咧崩潰咗，就引發咗強烈嘅叫做閃回 flashback 嘅情況。另外，成個評估係高估咗家屬嘅保護能力㗎。我哋記住，當時陪同住呢位細路女嘅爸爸，其實都係喺同一日之內經歷喪親之痛，佢自己嘅大腦都會處於一片空白，同埋喺極度創傷之中。我哋點可以期望一個情緒都崩潰嘅爸爸能夠提供24小時滴水不漏嘅專業防護呢？好啦，咁想問下曉晴啦，一個專門幫人解決心理問題嘅一個專家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自己嘅家庭咧，反而發生咗一個咁嘅悲劇。呢種助人者嘅悲劇咧，喺心理學上面有冇一啲特別嘅解釋嘅？呢度咧就顯示咗兩個現象，第一種叫替代性創傷 （vicarious trauma），第二種咧就係叫同情疲勞 （compassion fatigue）。做社工其實咧無可避免，每一日要吸收其他求助者一啲比較沉重嘅負能量嘅，咁長期落去可能會嚴重到咧做到情緒耗竭，因為社工都係人嚟嘅啫嘛，係咪？咁同時咧，專業嘅身份往往都會變成咗一種無形嘅負擔啊，同埋包袱。我哋叫做求助污名化，即係咩咧？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佢哋好自然會覺得我係專業嘅，我自己解決都得啦。咁反而延誤咗向外求助。當事人帶住自己都仲未梳理好嘅情緒返到屋企，哇！即刻要卸下自己嘅專業武裝，但係就要轉頭要面對自己個女嘅反叛同埋教育壓力嘅時候，嗰一條本來已經扯到行晒嘅神經咧，就好似條橡筋咁扯到斷咗。咁呢單案咧，呢個悲劇咧，其實都引發咗咧社會對於危機介入機制嘅廣泛嘅討論。咁社福界嘅立法會議員啦，陳文儀就話咧，目擊至親人輕生之後咧，其實應該係視為高風險嘅個案嚟嘅。咁建議咧就完善呢啲支援網絡啦。咁而呢個前議員狄志遠都建議設立識別高危家庭嘅社工支援機制。咁想問下曉晴，你覺得喺現行依家呢啲嘅機制下邊，有冇一啲需要改善或者改進嘅地方咧？首先我覺得呢個評估機制咧就唔可以單靠一問一答咁樣，或者睇表面嘅平靜嚟做一個判斷嘅。我哋必須要對創傷後解離呢一個範疇有高度嘅警覺。其次咧就係香港比較缺乏由病房至返屋企之間嗰個距離嘅緩衝資源。我明白喺香港嘅醫院咧，可能好多時係因為個病床
緊住啊，而將病人放行。但當事人又真係除咗返屋企之外，都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咁所以我會覺得我哋係需要設立一啲針對有突發創傷家庭嘅緊急庇護中心，或者一啲危機宿舍，確保佢哋喺呢個急性期入邊可以喺一個絕對安全、有物理隔離嘅環境之中度過。最後目擊至親輕生嘅人咧，其實我覺得係必須要自動列為極高危嘅個案嘅，要啟動外展式啦，持續嘅雙人專業陪伴，而唔係將防護嘅責任全部推晒俾同樣受創傷嘅家屬咯。好啦，咁案件嘅導火線咧就係喺嗰個教育嗰個問題嗰度嚟出現啦。咁其實咧，香港社會一直以嚟咧都係求分數，佢唔係求學嘅。咁啊，唔好輸喺起跑線啦。呢一個文化就一路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讀書已經係有咁嘅狀況啦。呢種社會文化咧係點樣令到嗰個親子之間嗰個壓力啦，同埋即係令到嗰個悲劇即係催化咗出嚟。嗱，其實香港嘅教育制度好多時咧，將學業成績同埋個細路仔嘅個人價值之間畫咗一個無形嘅等號。好多父母喺不知不覺之間咧，就將自己嘅期望外包晒俾自己仔女，認為我讀唔到大學，我個仔一定要讀到大學；我讀到大學嘅神科，我個女都要讀神科，即係好自然有呢種期望。當發覺自己啲仔女達唔到要求，可能幼稚園又升唔到去名牌小學，去到名牌小學又上唔到名牌中學，或者係終於入到間名牌中學 Band 1啦，但係 DSE又要一試定生死，又可能未必爭取到一間名牌嘅學校嘅神科，咁父母咧就會可能容易產生一種好大嘅落差感同挫敗感。咁呢種係一種慢性嘅壓力嚟嘅。咁我哋個大腦長期喺呢種慢性壓力之下咧，就浸住咗我哋呢種叫做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會令到親子雙方咧都處於一個叫戰鬥同或者逃跑 fight or flight 嗰種嘅戒備狀態。一返到屋企咧就起晒槓咁嘅大家。其實一個家本來就應該係一個避風港，或者係一個叫安全基地。但因為教育嘅焦慮咧，家就變成另一個戰場。當愛變成一種壓迫，親子關係嗰種張力就會成為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咁啊，即係睇翻啲單慘劇啦，其實都令到全城好大嘅迴響啦，大家都好唔開心。咁好多市民其實都帶咗鮮花就去到現場就獻花致意啦。咁啊即係寓意即係希望大家佢哋來生都再冇痛苦。咁啊，問曉晴仲有一個問題，即係以你專業嘅角度，即係透過呢一個悲劇，咁我哋社會上面仲有冇啲嘢可以做？去防止即係同樣咁樣嘅家庭悲劇就唔好再發生。嗱，呢個悲劇其實提醒咗我哋一樣嘢嘅。如果呢位母親知道佢自己咁樣了結咗之後，佢最愛嘅女都會跟住佢走，我相信佢唔會咁樣去了結自己嘅。其實自我了結咧係唔能夠解決問題嘅，只會將無盡嘅痛苦留俾最愛嘅人。要防止悲劇，我覺得我哋要學識建立一個備份系統 backup system， 即係話我哋平時要識得揾一個地方去俾自己放鬆嘅，呢個或者一個方法去俾自己去釋放自己情緒嘅。當留意到自己嘅情緒就嚟要爆發，或者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記住即刻抽離現場，俾自己停一停，唞一唞。而作為身邊嘅人咧，我哋要學識點樣去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唔好急住俾意見，亦都唔好急住咧同人比較邊個仲慘啦。其實只要一個好安靜嘅陪伴，可能只講一句我喺度，咁等對方知道自己係被理解嘅，已經係最大嘅救贖。如果大家或者身邊嘅人係有情緒困擾，請記住尋求專業嘅協助唔係一個懦弱嘅表現嚟嘅，而係勇敢嘅第一步。咁多謝曉晴專業嘅分析啦。今日咁啊，太古城母女墮樓啦，相思慘案啦，其實留低嘅唔單止係兩個逝去嘅生命啦，更加咧係對整個社會嘅機制呢一次沉重嘅考驗嚟嘅。
咁啊願逝者安息啦，亦都希望活着嘅人咧，我哋繼續堅強。有啲咩事咧，其實最緊要同身邊嘅人分享，同埋我覺得有時你嘅 friend 或者你嘅屋企人有啲咩難處咧，其實我哋做一個樹窿，其實已經好似好足夠㗎啦。即係做一個好嘅樹窿咧，其實已經幫到好多人。咁就可能有好多唔開心嘅嘢都可以化解到。咁啊，如果大家有啲情緒困擾咧，其實咧有好多專業嘅方法都可以主動求助嘅，亦都可以致電撒瑪利亞防止自殺協會嘅熱線啦，23892222，或者係生命熱線23820000嘅。好，咁記得珍惜生命。我哋今日嘅懸案關注組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啦。